欢迎我们支持本人，来咧下面的时阵，再见，来各方面，来各方面，再见，请谢谢大家一同合照平台来附上来请示回应标记麻烦大家，跟欢迎你来是落到平台落到平台到前面。在顶着这个王船火化中间最大的那个桅杆倒里，看倒向哪一方以后，三人一颗黄教大殿竖立登高，就要在那个方向竖立登高。已经从早上10点半以后开始烧了，现在已经快12点半了。再烧了，如果再加个风，再倒向南方了，看来是倒向南方。好多神教阵容。烧完整以后要绕3圈，是逆时针方向绕3圈，然后在这边静静的等候。然后王船中央的桅杆从中央桅杆倒下来，决定下一颗去正教大殿登高竖立的方向。我就不再加个风，我再加个风就回到这倒了。我还要有人检查。会念大悲咒啊。道教的神教正统是锣鼓先天交战鼓，佛教地藏菩萨殿有名片，地藏菩萨的神教会放那个神咒，还有念经的诵经的。放那个诵经的，还有拍水一大叠。
家里金堂店的5000岁，猪5000岁，雷5000岁，鹰5000岁，好像没有肖5000岁，金5000岁，肖5000岁，金5000岁，雷5000岁。这怎样？